Hello， 大家好，我是國貝，又到福氣來的時間咯。今日我帶大家來去女僕老街聊聊。一個老街呢，地位唔單槍有老婦可以看，還有幾多特別的小店嘅可以去炒料，甚至於講吃飯咯。像今家我手嘅一間店嘅，聽講佢嘅頭家娘啊，係中年轉過來開一間店嘅。啊，到底一間店嘅地位有樣板嘅故事呢？我哋今日有請佢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咯。馬上來分享我哋嘅頭家娘有上秀。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女僕老街鍋燒的老闆娘，我叫劉長秀。哇，歡迎小姐來到我哋節目裡邊。小姐，頭先我同觀眾朋友講啊，我哋開一間店嘅係唔自家中年吼，睇有工作之後，等轉過來開，冇想到係開一間料理嘅店嘅，係食飯嘅咯。對。想賣鍋燒咩？錯，鍋燒意麵專賣店。你之前也係喺其他地方工作，係同樣喺賣料理嗎？還是做乜嘅工作啊？我之前攏係從事保險業，後來又轉戰百貨公司當專櫃小姐。我說你做過保險，也去做過百貨公司的工作，有個陸陸續續前面的工作一多年的時間啊。陸陸續續加起來，我20歲，我都從事保險業，做了差不多10年。之後32歲的時候，直接又跳脫在百貨業，然後在百貨公司待了也有15年，前後後也是20幾年的資歷哦。哇，就是都是做業務方面的工作。我說講，唔係說業務，甚至講人講服務業部分，也個時間過長咧。不過用邊個時間會想到轉過來睇屏東這個一個女僕一片來開一間鍋燒店。雖然講人講，做事咧也算好一種服務業啦，但是做事咧同做保險百貨公司，完全冇相同哦。你做乜嘅會想到過來開一個店嘅呀？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有一種創業的夢，一直想說，有一個擁有自己的一個小小的店這樣子，然後一方面是因為兄公，就媽媽這邊哈，媽媽這邊的家有一個老街，在內埔老街的路上有一個小小的店面，小小店面啊，然後就想說，也可以利用這個店面來做個小生意。就這個原本就有一個夢想的啦。夢想，陸卡你從媽媽啦，吼，也係講親戚朋友，大家會有乜個想法，也係講意見不？當然是很不看好啊。對，因為那不看好呢。對，相當不看好，因為一來他們就很像覺得說我應該不是做這個吃的是等於做事那個辛苦嘛。對啊，再來就是說，因為我的店面是在老街小路裡面，比較不像外面那種大店面，比較人來人往的那個大馬路上，會覺得說，這樣生意做得起來嗎？會不會是會做得很辛苦？可是當時我沒有這個其他很多不好的想法，我的想法都是正面的。我想說，反正就是自己的店面嘛，一來不用租金嘛，二來又可以陪媽媽，因為媽媽年紀也有了嘛。然後爸爸也，我那時候開店的時候，爸爸已經前年就走了，所以剩下媽媽一個人。然後弟弟妹妹又不在身邊，他們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嘛，有他們的工作，也沒有辦法說在家裡陪媽媽。那我是剛好小孩也長大了，然後也剛好離開了一段婚姻，所以我想說，在家裡做一個小生意，也是我夢想想要創業的，然後又可以陪媽媽。對，這樣是不是一舉數得？這樣我就覺得，這樣很好啊，有這個機會很好。談到那邊真是感覺講，小姐你這個夠勇敢啦吼，因為人講人生到了一段的時間的時候，其實人都有一種人講追求穩定，也講沒講多線哦，追求穩定，孤聽如何但是如果真的沒有一個勇氣的話，跨出個那一步要轉換，也個工作啦，也講生活的方式，都係個困難的事情。你這個現在講過了開店之後，你這個有遇到講乜嘅最困難的部分嘛？像你這個可能第一擺做個鍋燒沒成功，也有樣板的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啊，就是要一直不斷的練習啊，然後我要去調配我的湯頭，都是我自己去用心思去想，用哪個東西去熬出來，
這個高湯，我是用那個新鮮的雞架骨，然後還有豬大骨，還有洋蔥，然後還有加上一些昆布類的東西呀，就下去熬好幾個小時，然後要加上高湯，其實一碗麵呈現出來，它是有很多小細節的，除了高湯，還有我們自己的調味，要怎麼去調味，剛剛好的味道，不會太鹹，也不會說吃起來不夠味道，然後還有食材方面的選擇也很重要，然後麵體也很重要，因為我的麵體都是去找那一種吃起來有點像拉麵的感覺，然後不會泡久不會太爛，對啊，吃起來有點 QQ 的，這樣子，真的呢，很多細節都要配合，都要花心思。就是當按來講啊，拄好有漢西體也去落家長大的那種醬膏也好，漢西你自家對落家印象同更加有冇個無相同冇？舉例來講，像我頭頭講嘅個東望路，其實人看得到嘛，但是更加同台灣一啲無相同啊，甚至於講頭頭講嘅個清河戲院，我算係女僕嘅人啦，但係我從細都冇看過有個戲院，佢談講係幾久以前，你可以太可以同人哋觀眾朋友講一下，漢西時節睇一路嘅看到嘅同更加有冇個無相同，好冇？個氛圍啦，也講嗰種建築嘅景物，幫人哋回想一下。老街底杯它有很多像你說清河戲院，已經荒廢了，因為更加可能是配合，因為是更加時代的潮流嘛，故是已經也是荒廢了。不過以個戲院的整個原型固體還是固定在那邊，不是以個我們從小回憶的一個點，就是我們5年級生我們都會去看電影啊，然後如果導演的回憶就是說去清河戲院看電影，對，以更加個這個。真是沒想到，這時間女僕會有安跟鬧熱的情形呢，還有電影院可以看天陽這件事情。有，那時候女僕一下講電影院哦，當我哋給食嘅時間一間數迄個，當我哋給食嘅時間，都存清河戲院，我印象最深刻。我哋都常常，那時候我還讀國中嘛，咁我哋都會不時去看天陽。按你甘肅風來啊，其實落家對頭牌到更加來講，其實都係幾鬧熱，人過多嘅地方，嗰時候講地方人充滿了一種人情味，從某地方點嚟做生意。有想講種一種人情味嘅精神啊，也係講嗰種氛圍帶入去你自家店方冇？當然有啊，因為我本身都喜歡交朋友啊，比較活潑，比較開朗的個性。其實我想開店的咩想講，可以多認識一些朋友，還有在地的鄰居，平常都很少有互動嘛，剛好我開這個店，隔壁鄰居有想要吃我的鍋燒意麵，也可以來我店裡，然後又可以聊聊天，然後聯絡感情，大家互動啊，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啊，覺得一舉數得。係啊，除了要個人情味之外，你自己對自己店嘅有冇個精神，也係講堅持，係你自己想講要本要間店嘅呈現出來嘛？我希望說除了是我精心去研發我的鍋燒意麵，讓我的麵可以好吃的麵可以呈現給我的客人之外，我也想說，有年客來人來店讓他覺得有很溫馨、很溫暖，有像家的感覺。嗰時候講一間店嘅最希望本人家年客感受到嘅就。從路卡共用，普通路卡一個人情味，對，沒有來一百哦，還來100、200可以繼續過來。對，我很多回流的客人，就是一個人情味吧，一個小時候的一個熟悉感。如果某個特別的地方，但是它這個就是它特別的地方，不用想到幾個時間，就像回家一樣，安尼享受家的感覺，輕輕鬆鬆，然後很溫暖、溫馨的感覺。觀眾朋友，沒想到我哋女僕落家地方還有安尼一間店的呢。不過落家地方嘅鍋燒意麵食風來係樣板的美食呢。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
歡迎回到我哋福氣來嘅節目裡邊，上一段吼，我哋小姐又同大家分享嘅經驗班上嘅回到女陪老家一個地方開自家嘅店嘅。啊，唔過啊，聽佢安尼分享，家嘅料理到底有一好勢呢？大家唔知吼，我也唔知。但係呢，我見批到一個吼鍋燒意麵嘅香味，後冷水啊，見我跌下來嘅喲。啊呢，就是自家根本呢先從煮嘅安好勢嘅麵，我哋對哪個顯示的？你可以對。黃金泡菜口味。好啊，我哋現在上關那先製作單品啊，一定的貼心啊。我講講吼，我不一台灣吼，一下是唔係大家都搶看眼是，給人都準備拿一些些出來。啊，一個黃金泡菜，重點係一個泡菜錯冇？嗰種係先吃一個泡菜上關那些米湯好冇？好。嗰有米線呢，是不是？很脆口哈。佢一個泡菜啊。是放來睇咧，哇！佢係全部係酸口嘅米線呢，我一點點種有眼嘅客家嘅感覺，嗰種桂香嘅米線，啊有個甜米還有哦，金菜味法，沒有嗰種其他嘅泡菜啦，就蔬菜的那種清甜味，嘿，滷出來嘅。啊麵哦麵，就都唔講誒，是放來 QQ， 人講是講那些係咩？雖然擠美一下，唔會爛爛誒，真是唔會爛爛誒，不會，唔會爛，是來 QQ 的 QQ 的。係啊，啊，唔頭都也有講，唔能那個糖啊，米咧糖，米嘅鍋燒嘅麵咧糖，都會用雞骨頭去烘出來。雞大骨，還有豬大骨，還有洋蔥，還有一些昆布下去。安尼算高湯咧吼，安尼有個鍋湯唔能愛煲一舊啊，要準備嘅時間。我3-4點鐘哦，剛開始用大火讓它滾嘛，滾之後用小火，小火慢慢給它一直滾，一直用小火這樣子帶出它的湯頭的那個鮮甜味。哦，從頭都講啊，根本你帶過來有個黃金泡菜係嘛，啊有個那款紅來紅紅的係嘛嘅？那是麻辣口味。麻辣哦，麻辣有幾多種呢？有唐貢，有四川，有重慶，有個是哪種的麻辣？我這個是應該是四川，它是一個老師傅現炒的。嘿，其實它以攏供應給麻辣餐廳的啦，所以它聞起來味道就是很香很香啊，然後麻麻的，又不當然會有點辣嘛，麻辣一定會有辣味，可是它不是那種死鹹死辣，是有來如果酸口，過酸口。還有，其實我講最，其實我比較怕吃辣，但是為了這個，真的，披風的貴香呢，應該先送一下有個糖的米線，係咪真的是貴辣？很順口，很順口，而且。佢個香，我試出來是一種中藥的漢藥的米線。對，有個料誒，係唔講伊個老師傅嚟做嘛？是不是你向給老師傅買？也係講唔同佢學嘅過來自家做嘅呀？哦，冇啦，因為我時間嘛，佢無限，佢是我媽冇可能講去甲米烘，去甲親手現炒。我係對剛開始我用米線的老師傅，是因為我從網絡上去 Google 去找。好啊，就是評論嘛，看他的評論，然後我就打電話去跟這個就是這個店家，啊，如聽問都要問題，啊，他一路講，那可以啊，我可以先寄一些試用品讓你吃看看，嘿，然後以人店們烘，其實除了麻辣的，也有做一些，就是主廚他是有搭配中藥才下去煮的，給如果冇按辣。那大紅袍它是比較辣的，然後我說那你就2樣寄過來給我嘗看看，他也很樂意嘛，如寄過來，這個味道我就自己去加一個比例調配，這樣調起來味道是剛剛好的，吃起來有辣味啊，可是有那種又有麻辣那種香氣味，結合中藥的味道，這樣子結合起來就是一碗好吃的麻辣意麵。嗰時候嘅醬係同佢哋買嘅，買過來之後再重新依照唔同嘅比例去調，加上果糖啦，那個調讓它的比例可能更加的提升帶出來。真是安尼好食，而且都剛剛人來講法有冇？其實啊，佢個辣度有冇？還融在你的口腔裡面。辣度是慢慢的湧出來，不是說一下是還有很嗆辣的那種，因為它是天然的東西，天然的不是那一種化學原料去調的，對，它是很順的、很天然的東西。它是還有奶奶講就是一種
輕溫柔的一種辣味啦，就是說讓你的整個都暖起來哦，更加有失敗少少。啊，咱每一種嘅那種面底杯啊，佢皮嘅料嘅，係唔係攏相同？像黃金泡菜，我看到有蝦貢，啊，你有個麻辣，我看到有卵，有嗰種火鍋料，係唔係每一種嘅料嘅底杯攏共用啊？料嘅攏共用，那就是結合我的湯頭，然後做每一種口味不同的變化。像唔是講對一個湯頭啦，同一個面都一定係要求嘅嘛。啊，你菜呢，同一就火鍋料嘅配料，係咪也有去配去浸過嘅啊？有。像菜我攏固定推一啲賣菜的好店家，就是他的菜都很新鮮。我攏固定停啦。然後再來就是說火鍋料，我也先試吃過，還沒有固定的店家可以批哈。除了一兩個，一個係黃金泡菜，一個係麻辣之外，你哋點樣還有一道風的冇共用的口味啊？口味很多種有原味。原味沙茶就是有加沙茶嘛，然後還有味噌、米酒還有起司，對，還有就黃金泡菜嘛，還有韓式然後還有就韓式還麻辣，對，那我現在店裡面也有陸陸續續推出一些飯。譬如說起司豬排飯啦，雞腿排飯啦，有些學生一定來客源個斗龍。屏科大的學生，或者我們附近美和科大的學生，有些學生他想要吃飯，對，然後就是有給他不同的選擇啦。哇，這道風呢，嗰種講唔單像講嘅，迷你是一風的話，其實都可以吃超過1個禮拜，甚至於講根本你唔想要吃麵，還有飯可以選擇。對。啊，你小姐，你自家在做一個料理的時間，可能咧項目幾多嘛？喺請人咧，也係講唔自家有再去請人吼，做一個團隊來同配合吧。當然有啊，我一定也冇辦法圖啊，一定是有一個團隊，然後就是員工嘛，有一些員工來幫我。啊，你兩個員工在拖個時間有冇個條件冇？其實冇特別條件呢。其實大部分如家庭主婦比較多，因為他們想要兼差打工。然後最主要就是說，一人呀，關於很有向心力。有個親切啦，種大部分攏自家菜梯，人哋女僕也不捐的，甚至於講要從自家個姊妹共用。我們就像一家人，因為我從來也沒有老闆娘的假釋啊。對啊，有時候甚至員工都會指點我做一些事情。我反而覺得很開心呢。我覺得我用的員工真的很不錯，因為我們真的就像一家人。可以有互動啦，對，有互動，不是以唔會講出來，我會不高興。我反而覺得我很開心，表示說他們有一個向心力，我希望這個店可以做得更好。小姐，我請教一下哦，你這個開一間店呢，都更加有差不多1多年嘞，幾長嘅時間？哇，陸陸續續加起來應該有10年了。10年嘞，差不多。按你講，你那個客群底部有一大部分係學生嘅嘛？對。有幾種學生嘅？來到鴉片室的，佢係睇讀學校嘅，啊，叫個畢業之後，佢可能結婚咧，又來嘅，有4年咧，韓國嘅室有安尼冇？有印象冇？有，其實幾多。有的睇畢業嘅，睇北部發展的嘛，有的在中部，有的在花蓮、台東哪裡的都有。啊，他們結婚了嘛，有小孩，然後就帶過來，其實。原因他幾多，其實我不是每一個學生我都記得很清楚啦。而且幾年以後變化也很大。結果一人來的時間，他剛開始也是看着我一直笑啊，我就覺得讓你用金空來頂啦，應該是有熟悉的吧。然後如果提聊天啊，你為什麼看到我一直笑呢？然後如果講我是。美和科大畢業的啊，還是說我是屏科畢業的啊？我那時候常常來，我們都一大票人來你店裡吃麵。對啊，我現在很懷念哦，所以我就把我的家人小孩帶過來，我就很開心說哈，你結婚了，有小孩啦。真是人的空空了，就像自家生年的這結婚有那個孫的啦，安那個樣子，然後。除了安尼同年下嘅互動幾好，同一條學生嘅幾好之外，有其他嘅年下會識到有人哋料理地方有冇共樣口味嘅時間，
除了員工要同提倡指點之外，我有人學同伊咧目標嘅回饋講，佢希望使到樣板嘅口味也講，有個口味可以樣板去改良，有一件事情嗎？有啊，因為其實之前都有很多學生來講講，那你們除了鍋燒意麵以外，沒有其他選擇嗎？既然你這樣提醒我是不是要增加一些項目？就是賣一些炸物啊，小炸物搭配鍋燒意麵也是很搭，然後一些涼拌小菜，所以涼拌青菜的話，有的人夠養生，所以我也是有一些上班族的客群嘛，所以有些上班族他就比較重視養生啊，不見得說學生愛吃炸物嘛，所以我就有想說，那就研發一些養生的小菜，就是像龍鬚菜啊，然後我上面就自己調個胡麻醬，涼拌的，然後加一些胡麻醬下去，味道也很不錯。然後還有涼拌的海帶芽，還有小黃瓜，對，這樣子。真是都糖講來都過一定的清爽的這種。清爽，你發現沒？就講麵，就好像咧講有飯加上粥也對，就更加全部品相都差不多，好黑暗的。我還有一些炸物嘛，那炸物裡面就有薯條，有雞塊，還有銀絲卷，還有炸雞腿排，還有什麼 QQ 棒，其實那個都是我去改特別挑選，就是比較大眾受歡迎的啦。其實我的薯條真的是很好吃，我自己都覺得很好吃，客人都覺得好好吃哦，就是它是屬於脆脆的脆薯。就是我覺得還比素食店的還好吃，我自己真心覺得啦。嗰時候講有個脆薯也係唔去攞杯買同蔥上配合的。對，唔係這個太小嘅馬鈴薯啊，那種。沒有，然後還有銀絲卷，銀絲卷是我也是去挑選廠商，然後是牛奶的，然後就是去炸嘛，炸的外酥內軟，然後加一點煉乳，很好吃，可以做點心的。還有雞塊也很好吃啊，QQ 棒也很好吃啊。都是這些品項都是學生常常在點的啦。觀眾朋友，談到鴉片係咪同各部嘅共用呢？想夾夾來送一下，有個炸物，有個鍋燒麵，有條好食的料理呢。唔過，我等一下哦，休息一下，試一杯茶，還有各位精彩故事等等大家哦。就這幾個店方，除了有好吃的麵、好吃的飯、好吃的料理之外，還有樣板精彩故事，也講神奇的故事呢。繼續來請教佢一下咯。小姐，其實啦，這個前面有講到，一間店的希望打造的講有人情味，像盧卡強咁一間店的嘛吼。人來去研究開店的研究的時間，這個有對一個店的過程，開店的過程，唔敢講係過順利的嘛，還係講其實它算是起起伏伏。你這個講最困難的係乜個時間？係咪疫情的時間？錯。其實一路上也是有碰到瓶頸嘛，如果講疫情嘛，就是我們就要克服嘛。那疫情的時候，我們店用口呀為大家服務嘛，其他都幾乎都是用外帶的。對。其實外帶的客群就變多了，變成內用就沒有，也是挺過去那一關啦。其實也還可以。除了辛苦的部分之外，其實我哋也提供，一間店的除了辛苦，還係有過神奇，也有講過感動的部分。這個有印象講喺店方有發生過那條個奇妙的事情嘛？像有個喺同員工的互相會互通，也講同人家互通。銀行的互通啦，有個神奇的部分嗎？其實都有啦。其實我睇店的方開店開研究的吼，也是將近10年的時間。錯啊，各特色什麼銀行都碰過。不過基本上我覺得我的那銀行真是都很好。因為我的都真心相對，其實我都同銀行當作是我的朋友。有空檔的時候，我都會同銀行互動，聊天。講到一個開店的時間，媽媽會來店方同聽書也講會提起材料嘛？會，因為媽媽我最主要我開店的
主要的用意，如果皮媽媽嘛，嘿啊，因為媽媽如迄個愛點的後背，當初愛給點的吼，是我們家的車庫哦，啊，愛歸落時間愛都提稍微改裝一下，稍微裝潢改裝一下，啊，然後後面有一個門，那媽媽迄個後背，給一點門愛有提整個打通，變成說伊可以對後背，行的都愛點的前面，啊，然後愛點的。來櫃檯出去路邊有一個座的，都是他專用的位置。伊攏固定座位嘅，專屬座位。變成說有時候你他常客嘛，來，伊攏固定來攏看到俺媽媽坐嘅嘛，啊媽媽坐嘅伊也唔會講話哦，伊如坐嘅見看見哦，伊媽唔會同人講話，因為都後背吼，他有點失智了，變成他跟人家的互動就沒有像之前那樣。然後就如果坐給看人，有時候以為行去休息嘛，然後你下來看到，怎麼沒有看到阿嬤？怎麼沒有看到你媽媽？阿婆攏唔見，阿婆怎麼沒看到？他們都會問。意思講，如媽媽迄個草墩的變做一個像人講的招財貓一個鎮店之寶，一個角色那個一個很重要的，因為他講無看到的時陣會悶，有看到佢坐喺個，雖然講他佢唔會主通吼，同他家咧打招呼，但是他家有點失智，不過他家看到佢坐喺個都講，有個人點樣多誒，有個佢行好好，就一種安心的感覺，就像鬼都路感安嘞。我們員工也會說啊。其實媽媽有時間沒很多事情都為我們好嘛，就是速度太慢，有時候出餐太慢，或者說我們在裡面忙，餐具，餐盤什麼都還在那邊，杯盤狼藉，餐盤什麼都在那邊。他看到他會念他會進去念員工說趕快把它收一收，為什麼不收一收啊？實在我們是在廚房很忙，也沒有空檔去收了。他還會做企業時間啦。對啊，所以一個我的那員工都講他是董事長，他才是董事長。真是媽媽董事長啊，董娘。對啊，這個睇一個開店的18年來，這個甘肅都講一個店的有改變。這個也係講改變，主編沙琪啦，也係講福坤有那條嘢有，因為一間店有改變嘛。其實有呢，因為當初吼，我哋個老街吼，說真的，佢還有講做一個社區營造，社區規劃啦，可是很多在地住戶都不贊成，因為等於講這樣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居家品質，所以後來我開了店以後，後面有陸陸續續也開了好幾間，就是想說大家看可不可以把這個老街帶動起來，對，就頭下的時間其實，迄個幾年最強講啊，假使講我做一個沙琪洋做本，給變做觀光的體系，又強講人太多，人來會影響到大家平時，幾乎很多都是住戶，還都是住在那裡的。沒想到開店的時候，大家漸漸看到人來，又唔會像當初安尼想的可能過吵啦，過多年亂七八糟安尼，結果大家其實漸漸也接觸到個，反正嗰度一些人來，可以人來去大家來看一下，認識一個地方，本一個地方更加有一個發力啦吼，因為我印象地步一落來，真是。平常冇2年的時間會點清呢。很冷清，對。其實我剛剛可以加一些文創的東西啦。比如說做一些文創的小店啊。你當外來的觀光客群來，因為我看過都老師都帶學生來社區做課外教學嘛。還有很多外地的觀光客，他們沒來過，他們是從網絡上。搜尋到，內埔有一個老街，來走看看。看到現在也給露給上個用版。可是我發覺到很像，那個感覺很像沒有像其他老街做的那麼完善，那麼有可看性啊。因為可能其他老街吼，可能做生意商業的氣息夠重。因為人哋內埔老街特別的部分係講佢。本身就會菜天人，更加很生發很黑啦台嘅，故說同一般的老街不能是同樣按來看，對，故是就會覺得我的那老街感覺很像很稀稀疏疏的人潮啦，也沒有很多人，然後就覺得很像感覺就沒有那種老街的那種氣息哈。但係假使講大家可以話鼓勵大家來，甘肅一下我的內埔的。
應該講平時咱菜市鄉親咧生活迄樣辦咧，應該去安尼有一個方向去講，唔好講到鴉片啊，我都面對一件事情，前面的時間就想問咧，頭還是一個開店的啊，睇下地位唔係睇太路順後嘛，安尼，小姐，唔知個對一間店的，嗰時間會有想到，用萬去增加人個人客的來客數，如果我去用萬去享受一間店的，唔知個有想過冇？因為唔能真是睇風的風地方咧，唔係睇太路順，唔係睇人往人往，唔能咧。青蔥有冇嘛？個太扛棒哦。剛開始沒有。係啊，當時嗰時間冇啊，嗰時間唔按用萬本人家己講，地波有開一間店嘅，有想過冇？其實說真的，我蠻幸運的。那時候我開一店的時間已經是網絡的時代了。哦。嘿啊，所以給他我周圍時間啦，就是剛開始有一些好朋友嘛，來捧場。然後好朋友就會幫我打卡，打卡出去啊，然後緊跟網絡時代啊，學生他也會搜尋，來吃了以後覺得好吃，就慢慢就有回流啊。其實學生真的是他都會這樣，你做學生的生意是這樣。其實第一他們都是外食族群，二來就是說他們都會呼朋引伴。哦，有生啊，一定會有生呢。規群的會來，而且他們學校有那個什麼。什麼打卡什麼？哦，今年這個有點平台。校內有一個平台，就是介紹一些美食的。因為學生外食都是外食的嘛。對，一人看到都會來，就是慢慢口碑一傳十，十傳百這樣子，靠口碑啦。按景剛你有看棒的嗎？有，我的招牌很大呢，很漂亮，也是客家的哦，客家的那個外觀的那種藍，客家的那種花啊，有沒有客家花？有藍底啊，對，一看就知道是客家的印象的代表。佢上年的一個看板，你這個更加對一間店的來講，更加會還有樣板的想法都提未來啊，會增加那個會偏向也講改變樣板的經營方式冇？有安尼想法嗎？其實也有在想安尼問題啦，就是有改變一下新的口味，就是結合客家口味。我有時候曾經講說，如果用紅橘下去做料理，不曉得會不會更加分，所以我還在想這個問題。還在試驗，對，試驗。按講還會不會再繼續擴點？其實。現在某案的想法，其實有很多，也是有人來問我說，要不要開放加盟？其實我有時候想想，也不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累了啦。我只要把這一家店做好就好了。講到要是鍋燒的時間，他講來到女僕想到是鍋燒要點點的，對，我就把這家店好好的用心做好，安尼就好誒。不過假使講真是有年愛學的話，唔可以搞幾點麼？未來應該有可能哦。我是不會藏私的人啊。大家可以分享。安尼小姐愛先報名呀。OK， 沒問題。供應相關愛可以去轉行的事情。可以。喊來學一下也好。私下聊。好。睇下個時間啦，假使講有其他係像人哋一批嘅後生嘅啦，也係講其他人想開一間店嘅。不管係做一個鍋燒也好，還是這個創業也好，對你這個一個中年轉型的一個前輩來講，有乜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經驗啊，也講感想啊呢想法，同大家分享。其實沒有太多負面的想法。你既然想要去做，你就用心去做，不要怕失敗。失敗一定大家剛開始都會想到，萬一不成功怎麼辦？不成功，頂多就是重來而已嘛。就這樣子。我沒有太多以為不好的想法，就是去做就對了。所以我現在我沒有 healthy 講愛開一店嘛。剛開始開這個店，很多朋友都跟我講說，不要，就是都持不看好。然後我沒某安的想法。我就是這樣子就做啊，用心做，搞不好做不好就重來嘛，這裡沒什麼啊，就是一個經驗。可是很幸運啊，我成功了。所以以後我不管我做什麼事情，我都不會怕失敗。就是只要去做，就有機會啊。就按呢嘛，先有準備，再來去勇敢，然後堅持。對，堅持。
是的。今本的故事係咪俾大家幾感動呢？唔單止食到好食的料理，也感受到講我哋女僕老家同小姐間嘅滿滿的人情味哦。希望大家有閒來到我哋女僕老家嘅時節，可以來好好閒聊一下，食一啲麵，食一啲飯，體會一下我哋女僕老家滿滿的客家風情哦。再一次感謝我哋小姐今本日帶來咁好食的料理同咁精彩故事哦，多謝。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希望有時間可以來女僕的老街過少來閒聊哦。好喲，在去閒聊之前，共用聽聽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